唔該晒 Danny，有佢嘅一生不可自決。好啦，先後已經同大家揭曉咗2首候選金曲啦。咁究竟第3首係邊首咧？呢首歌就犀利啦！除咗風格特別之外咧，仲可以當地圖咁派俾啲遊客啦，但係教佢哋點樣行中區嘅喎。哇！咩首咁嘅歌嘅咩啊？係啊，呢首歌而家大家可以拿住地圖一齊睇中區，今晚成條街包晒㗎。哇！咁咪呼之欲出，大家都知第3首入選金曲咧，就係我哋日日都差唔多要行嘅中環嗰區啊嘛。皇后大道東，蔣志光、羅大佑，作曲羅大佑，填詞林夕，編曲花比奧，監製羅大佑。這個正義朋友面善又友善，因此批准馬匹一周跑2天，百姓也自然要鬥快過終點。若做大國公民，只需身有錢，自己一聲拜拜，遠去這都市，要他偉大同志搞新意思。冷暖氣候同樣影響這都市，但是換季可能靠他熱人師。到了那日同慶，個個要鼓掌，硬幣上那尊容便是銅像。自己一聲拜拜，遠去這都市，要他偉大同志搞新意思。會有天高城巴，又有的士，但是路線可能要問何事。大佑蔣志光，恭喜晒！近期呢首歌咧，唱到差唔多係有把口嘅都識得唱。如果今晚季選攞唔到獎嘅，財都塌埋呢度份啊！
恭喜晒呢個獎屬於你哋嘅。恭喜晒，攞個獎先。多謝。羅大佑，你就本身係一位台灣人啦，咁你將你個音樂陣地移師到嚟香港咁耐，你覺得自己攞唔攞翻自己應有嘅嘢咧？我諗一個人如果付出自己嘅努力，應該就會攞分㗎啦。咁有冇人嚟嘅？只攞得更多啊！咁我問阿蔣志光啦，蔣志光啊，恭喜你先啊！嗱，今次咧你又係以呢個合唱嘅形式又攞第二次嘅獎喎。咁不如俾秘訣人啊，要合唱嘅時候點可以攞到獎咧？我諗第一樣嘢就要聲線要夾啦，默契要有啦，同埋最緊要個音域差唔多啦。咁我諗個效果會幾好。既男又得啦，女又得喎，而家你。其實我一樣都好好奇，亦都好想問咗好耐。咁你一位係本地創作歌手，一位係台灣創作歌手，乜嘢將你兩個擺埋一齊嘅咧嚇？哦，我覺得咧就係話我好中意即係羅大佑，同埋我都係大家都係創作人啦，所以佢講一句之後，我哋都冇橫噏啦，即刻答應。佢講咗邊句？嚇！我都係好簡單啫，因為我廣東話唔係幾掂，所以揾志光坐埋一齊，幫我唱一半。佢講嗰句就係話：你唱唔唱？我話唱。哦，非常之哇，簡單幾聽話啊！喎！咁啊，我哋都好聽話，因為會黐住電視機旁邊一齊咧揭曉其餘嗰7首嘅候選歌曲㗎。轉頭翻嚟見喎。